歡迎收看客家苗語學院每日一行語新聞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薇12月13號來到屏東縣竹田鄉，先後參加樂隊綜藝團秋季大典同2025樂隊論壇發通。顧主委出席樂隊秋季大典時指出，樂隊綜藝團秋季保留完整嘅3片語記憶，現場沒有後生人參加，當歡喜看到大家向下傳承一項有代表性嘅客家祭典儀式。今年獨係樂隊綜藝團起碼300人3週年，特別舉辦樂隊綜藝100年大醮發通，期間融合傳統技藝同現代文化傳承，辦理秋季大典。樂隊總用公王祝順平安勞健同白作旗愛宴一系列發通。顧主委名下來到竹田生活文創中心，參加由財團方面樂隊和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嘅樂隊論壇，樂隊客家文化同國際連結發通，韓國用樂隊文化嘅發展天地同全球潛力做主題，同現場參加嘅人分享。以上係客家苗語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報告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語就是發通。學校攀檔到發通，本學生嚟參加。學校攀檔到發通，本學生嚟參加。唔好會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